讲到这民进党立委林大华涉嫌诈领助理费，也个违法收政治现金，这风波，检方在今仔日搁再去敲这通法师，也甲这主持释放地等人带走。这位主持呢，和林大华因兜往来是真密切，这金钱的流向也变作是检方调查的方向。另外，林大华的小弟也牵涉到这案件在内，兼民进党的党主席总统赖清德呢，下晡就伫咧中常会就讲啊，讲会来比较到这公务人员任用法。讲党内民调袂当聘请配偶和三等亲在内做公费助理。检调人员2届去通法师所查，找到未少证物，主持释放地嘛，搁1届去互带转去调查，二等1届互带转去侦讯，敢若过1礼拜。持法院核发之搜索票前往搜索，共计搜索4处。根据掌握，民进党立委林大华做通法师合法会会长，而且由法师做林大华的军师，选举的时阵提供协助。主持释放地阁挂名做林大华因老爸基金会董事长，检调无排除通法师甲基金会有可疑的金流，甲林大华的政治现金有关系。那林大华以100万交保了后，因小弟等3个人以70万甲60万交保，检方控告有成功，但已经裁3个人羁押，因为涉案的费用有甲2000万。而被告3人共同涉犯最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，且有事实及相当理由主认被告3人均有勾串共犯证人之余，被告林代荣亦有湮灭证据之情事。林大华涉嫌诈领助理费，涉案相关的人大部分是因厝内的人。2日下晡，民进党中常会兼党主席的赖清德表示，各政党拢有面台牵连诈领助理费，要求聘用助理应该比照公务人员任用法。民意代表助理团队应比照公务人员任用法，不得任用配偶以及3亲等以内血亲、姻亲。吴征转述赖清德呼吁面台，用人都爱看能力，善待助理，嘛强调都爱守法，卖违法是全体党工作最后的底线。如果我的这一席话有造成任何人的困扰，我表达歉意。林大华2日规工拢无行庭，就一天针对伊进前讲政治干预司法干预初选，甲大家回失礼，嘛去互怀疑讲是赖清德叫伊提出具体事情，若无就爱回失礼。不过民进党甲林大华拢无正面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